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政治的评论员温隆东来压料，讲国民党的立委李干秀徛南港服务处边仔的亲子教室是违建，而且占用着防火巷，碍着通行，甚至这个违建阁有来设警察巡逻箱。李干秀是来回应讲，这是民国83年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违建，而且是妈妈的房产，唔是伊的。台北市政府若认定是违建，伊会全力配合。李干秀房地产争议又搁加一件，不过这毋是服务处，是边仔这栋白砖仔的建筑，虽然讲已经铁门拖落来，不过名嘴温隆东提出2012年谷歌的地图，面顶落打李干秀的海报，问题是这栋是违章的。为对面看过防火巷拢塌掉的详细比对，服务处伫南港研究院路2段70巷10弄，甲边的违建是做伙占防火巷阻碍通行。要不其实另外一边出口嘛有违建，规条防火巷拢塌掉的，恐惊有安全的顾虑。温先所指责的建物是我母亲所有，它并不是我服务处使用的范围。讲这栋厝是老母的，为网站地质图来看，确实是伫青色这部分发电的空地啊顶，甚至违建局警察局巡逻箱啊，温隆东讲已经实名甲台北市政府检举。政府都还在厘清当中，因为它是非常早期的建物，是83年以前哦。如果该建物有相关的法规的问题，我们也会配合台北市政府。如今被抓包呢，还跟网红佳宁一样切割给妈妈，难道李彦秀也要来大喊蜜月期婆婆？基准违建，大部分是列为原拆还是免拆，不过若危害公共安全，就可能有拆除的必要。台北市政府是回应讲，持续了解状况中，会依照程序来进行相关的作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